같은 거네. 오늘 도로 화라스가 화라나 망나 덜무서면 아우턴도 달려야 라면서. 달려本身 달려 되게 살 달려 뭐. 되게 살 전통 달려. 그래서 클라시코도 다스 클라시코 투도是 몽골根子. 네. 몽골 콩 클라시코 그간에 후조진에 다 어떠려 봐 그는. 팀장 무슨 야마 고르 기다리고 있는. 어제 사원도 다스미쿠나 니론당다. 다스미쿠나 고르 근데 그래서 다스 몽골 콩도 니지 클리시. 다스一般 몽골에서 다스 투르마 니지 클라. 몽골에 가고 있는데. 몽골에서 클라고. 다스这个话大中国的몽골 다스 니지 클라마.平时可是很少嘛，这平时给别人给大家。한스 클리고.那个啥一般的，这大是투르마没大是这个啥子大是투르마大是你你是克老呗。那您都海民这个没，大伙那不是同样没，因为大伙在那去啥个是没得可能没，去啥地方啥去啥，但是몽골能看你的去不？몽골我去大了一般，但是몽골去大了我一般这过去啥这边了。我去大了啊，我大伙能去啥子？我大伙能몽골能看你的去不？汉字，因为大是半个啥半个图画半个汉字对了了，多半汉字对了没？家居的汉字我看了，一般汉对了，从汉字一对了，他了，对就是都大过，你我那去这边了。去这边了的，你给大伙能承认了去了。大伙몽골能看，都没得看你的去过。真是去了过。真是去了过。该有这种人的去过。真是去了。咋你周围都海民化那边的不？海民化了都看的是吧？看的看吧，是看的看吧，对吧嘛？这打是你国家，你是打一个国家没？打刘户是一个国家没？那个打你的国家都海民化，海民化了过。土民嘛。也土民嘛。但我听不是海民化那个样子的了，对，拿东国的。这是拿东国。拿东国啊。这是你吃死吃没有？但是你想吃死吃没有不着，但是牛是牛，自个儿是自个儿吧。就这是你看这个，跟我就是个吃死吃没有吧？吃死吃没有是自个儿牛一个活路，一个吧，一个活路了。应该是拿东西要的那个。拿东西那个。他都给狗苦亲事啊，他那基本是那了。对，婚日早日。这是基本上了，基本是来了。你个别亲戚你是？基本上是来了嘛，大人生是来了个。这是那新疆没拉帮到噻，看这个呢。这是新疆的。这是那四郎将军嘛。四郎将军。这是四郎将军嘛，但是四郎平时大字吧。这是四郎将军啥是前啥那个坤长。这吃那没得了嘛。好嘞，就这是那看这是个大爷是两个嘛。两个配位棒，两个花喇叭，从那边花喇是个不然大的花喇锅。你是密码没有多。来。从花喇那边锅。花喇这不然叫二上锅。不然大那边花喇锅。花喇这是二上锅。一般你邻居你周围的你堆上物件你都当着都在这上面一边这样过。这是海绵嘛？海绵嘛。好嘞。咋我看你四郎爷这穿的要那边的不？作为没得了，对这可是那上到。就那个宝贝活跃的保家官当那这是不？俺这是俺这保家官当那这是不是？保家官当那就是跟木嘎边那给有过7天是真的呢，7天不是真的不呢是讲真的是个老，俺这相认识那是吧？经过嘛7天这边感觉素质上困，真的是那说四郎一样的都素质上困啊。这真的那啥讲个是皮黄本是叫胡吹讲呗，然后或者他入生困上呗这。宝贝活跃啥呀？就是他那嘛，今年还叫入生给大家混的是，或者他叫其他的四老爷子这二套最近的呼叫，你们谁传说了嘛？这杨梅的人那是古言了没？传说那个。传说他往头这吃回来叫你是四老爷吃回来嘛？生意吃回来嘛？通过这二堂的大了，这二堂的大了最近的呼叫，你谁看了嘛？那是真是传说没？传说没都没丢，那俺这是对你不是都没丢，那我们那是。你在我这是那海绵化了这个多，搞都把人苦死是哪里过？这是把人杀了过，这是把那岳父吧，岳父是秋多生这很大个事情是，某个人很大个岳父是很大个吧？这是把那办，他们马都把人来过，这是岳父吧？签字是来了。签字还是吧？签字给他上。签字吧，都这是来了。听过说，但是呢，上南的是可大了，那是。上南的是可大了，咱们是在您个功课二那您个功课去了。上南的是可大了，查大了。收入没了。那个，还来做杨树了没？
感觉胖的少不胖一拉了嘛。咱们这看的感觉要去点病的过，然后也就上传说，现在都打算没得过那个嘛。看的感也就上看传说。这个少，那自个儿呢打算没得到了，不是不背后呢，传说呢这人些去了嘛，人家秋天也去呢，好嘞，你秋家，登山秋家，这高家去年过呢，这个给你搞10年多吧，好嘞，就该是说嘛，我是上肉嘛没拉去吧，啊，都跟走上个那个说嘛没去吧，上，然后上说嘛没去吧，你们或者让不背后也，上啥这干多，这给对了这怎么去拉去吧？好嘞，给对了这估计。出厂话了，这现在2把干出厂啊，这个出那不是讲人些了嘛？好嘞，中国是估计那头儿多，头儿多干家难了呗。好嘞，干家难到后面该是3.3万是干花单的人些，讲人些去了。中国都建成而且嘛，那个抽签了好呀。好嘞，准车帮了，建成帮的。秋天该建成我们那大秋天都得那不干。哎，秋天建成我们那干是幸福我了，就是大家头儿多像啊，整个呢。不必回住这了，他就干的那，类似都给养到干的，看的看完都给讲没。民会原因是那边看的看完这信仰或者说的原因是，个人真正的不必回呢，真正人对吧？就是看的看完都可过跟那人特别是说看的好都可过去头儿都不上来好不？你大都了吧？看的看完个不必去，不必回呢，不必去那不必啥花了从个上面的做啥个新嘛人。都这个哪些都那出厂不是都出厂人谈话了这。堂卡是哎，这堂卡人谈话了这，这挺下面说你是谈话吧真的。都肯定给你喊帮个这。都不差呀，都感觉可那是生红包嘛，都男子最贵，人们就那方面多。那没得了。没得了没？这个抽象了嘛，看这个养了嘛，都跑出面现在不然不。养了嘛？抽象了嘛，12呢？那你那个抽象了？哦，抽象得到了。13元这个13元是这，现在干的嘛？这个13元这个男子都上那子，好的，这互相挺干的嘛。是那嘛？这回来找你是，反正这个怪我呢，怪这回来找你了嘛？我比会比没得了。那我这秋天对那只长上，你大概去就是这苦。做的那多没得那光没多，去多年春年纪没得那光没好嘞。秋天干天气的一头手上的花嘛没，感觉那娃那边那娃你特别看的看娃都，原因是那娃是个秋天那嘛，秋天那胡儿不儿不那个那娃是。人家活儿呢，活儿不让人那娃都打特别来那娃，现在都打来不是活儿不让人，人家活儿上只是我听那娃你特别不是呢，看这个顾客了，看这个1415都不是顾客了，这是一个喇嘛来好不？那娃你特别了，从当年那离婚的食品零食，的，人家说出这家子你normal张家山是normal的食品零食，柿子，这个人柿子太棒了，柿子。那都看没得了，全是传说嘛。没得了没，全传说了没。说那个当时看的个就当时你张家啥收拾啥呀？看的个就破盘个老四郎也多，四郎将军多。跟这三家啥是个破盘个老。我你看的感觉只有胖事。感觉只有牛身是感觉。四郎将军嘛，干一打一是2个嘛。干一打一2个在这。2个人都干就天晓得也是反正真的。2个四郎将军。2个四郎将军。都打死那边不打的跟看的看的一般是呢，该是代表一些该是让我们当时亲戚到那啥呀，赶紧代表啥四郎将军是不让的。那是当的不啥呀。那是当没啥四郎将军是不让，四郎同意打是不让，当年是讲但是人说嘛，该是四郎有没拿嘛。就该是那自个儿人嘛都那边说有那嘛是一个不是好没什么。我感觉自个儿的四郎将军的2个棒吧。四郎将反正平时没有多少了，没有退吧。中国1415都给看这个咱康现在国师丹是那个娘子走嘛，你国师丹对到了，你个国师丹不是从这青兰人嘛，青兰人这一到1415都青兰人，正月1415多，正月1415，你看这个哪东科技1415这个没有啥青兰，你都了，咱康的青兰我都整个钳子抽个钳子破了，钳子那城市这个大家破了打了几个那只。破落了嘛，这人家说的呢，说他这是呢，跟不来哇，就是破落就不让他打了，大家想着这个还得按钳子呢，那对的。咱们你往都去过官儿，但是
我这是娘娘子走。娘娘子吧，那特别的锅点忙吧。这特别你是上班，锅真是。我特别弄到锅点忙吧。特别弄到锅真。啊，当然。哦不。用锅点也没得个么事。锅真是在娘娘子上面那是个。哦。都就这样的。锅真的到了，但是啊。大半也没得个表。你们上大半嘛，大半下落，大三下落。咋着？大半花了大三下落就是的不，还是都是往不是浪。这条个都黄的花浪，都黄黄都黄，都不是黄的都是黄花浪的，都不我也那跟着长浪都而且就简单哦，才大半下了。我个过天加入去，好多加入去东西加了工吧。我都加入这好多他们这电动。好了，还是电动。电动，三轮子没跟着，三轮子电动，摩托完了不？哦。那我再来了，再把牛子城哪个没得？来，看那牛子城个不？三轮子没是三轮子。哦，感觉是养三轮子。三轮子没。哦。那个这包括这过天，这个爸妈过天，我才跟他同考个弄个这。同考了，现在对个就是这正好上这说来说呢，从小就什么听说同考了就不没。啊，你可啊，他你可娘娘也就是你不是过天都到的，前不是那边都到了。那边都娘娘就是都到了，那个现在还是过天嘛。过天嘛，当年老的时候。内村都到了，好吧？那边花了，那边新人是花了都到了没？都感觉过天些，老人是过天都到了。是特别儿。就那边娘娘都到了没？娘娘也有没？娘娘那个吃啥过没？啥不是？真的是啥过没？胡浪过没？好嘞。我娘娘也就是从那样去点儿的。人家没点过。伢了给你就是伢了特别了，传说不人呢。对，感觉那个就天什么娘娘是那个。还是沈江school，那上环呢还是，俺这个反正一环月你养比，反正你没结过那个嘛，反正就天什么娘娘了没？这个这样嘛跟没结过那光还是，人家嘛传世样嘛没结过，是特别更狠嘛，那这个你，这那些那观音菩萨来，或者出家个特别，出家个吃汉堡不，到里去拉萨，去点过。那啥问呢？他是你让你，你可空上才上那样去点儿不？牛肉空手上都渐渐的不同呗。当年嘛，感觉都打住家那去过，那边现在这后铺那这个中产住家光空嘛。再前那个去呢，可能四川空比。这边是住家就四川上上。俺你住家才对来光山那上你没有。都今年都要么今年都混到混治理，说到了混治理，说起来或者把这一，而且这啥么眼泪那些都特别，还是女人都特别是讲没最疼的啊。好嘞，那还这那是咋还我人嘛你不是？才是3年嘛。我人嘛你不是还是没就弄，还是那老当时住家你说来的，你说才3个月都住家了嘛。好的。你是搞不来些后期就还是常住给上那个嘛。中国当时么到那两头是离家口里吧，口里是这给上上黄口嘛，那边后期是上黄口嘛，到眼泪去那时候呢，杨大就说了，四川没有山东啥就是呢，安利了，这一。南京啊，四川那个是。都让去那个大柳树么事，我听的嘛，您是说嘛？都是上西安嘛。上西安嘛，我们那个跟黑呀，有点，老板那边我原来没人上西安，有听过没？